各位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我们要来进入路加福音第43天的共读。今天是星期六，那在这个受难周的当中，星期六是坟墓日，是犹太人所守的安息日。那在圣经当中记载，罗马军队看守坟墓。那这段礼拜六记载是在马太福音27章的62到66节。那我们昨天从经文当中看到，耶稣他被比拉多本来是判无罪鞭打要释放但是却在众人的喧闹当中却被交换了巴拉巴而钉十字架。那耶稣在钉十字架的这条各个他的路上，有这个古利奈人西门，以及耶稣为耶路撒冷再一次的来预言，以及这个耶稣的身边有两个犯人，一个是讥讽耶稣，一个却是得到耶稣的应许，要和耶稣同在乐园。好，我们继续来看耶稣的死。44节，差不多中昼的时，黑暗夜看全队到下晡3点，日头熄根，圣殿内的场立做两边。耶稣大声话：爸啊，我将我的灵魂交代你，讲煞就断去。一个军官看到所发生的代志，为因讲互上帝讲，这个人真正是义人。住持伫遐在看这个代志的证人，看到所发生的代志，拢哪行哪对迄悲伤转去。遐会捌耶稣的人，以及对加利利地内的富人人，拢徛伫远远的所在看遮的代志。那耶稣在十字架上，从早上被判刑之后，一路走这个各个他的路，那来到了这个各个他，大概被钉在这个十字架上的时候，已经来到了大约是中午约在中午。但是这里要强调是在中午的时候，应该是太阳这个日头最亮的时候，却是全地黑暗黑暗笼罩大地，而且呢，这个一直到多久呢？直到下午的3点。所以足足有3个小时的时间呢，这个日头无光那日头无光呢，也让我们想到耶稣在马太的预言这个末日的情景。那这是一个可以说是当代的一个末日，或是这个这个好像是一个异人的末日，好像来拯救我们的弥赛亚，他也暗淡无光。但是呢，这个是在神的计划当中，因为是神的儿子为罪人的罪来背负，所以是黑暗掌权了，是这个罪恶掌权了，或是这个死来掌权了。但是呢，这只是暂时的。那在马太、马可都记载圣殿的幔子呢，是从上到下裂为2半了。所以从上到下意思就是上下裂开，然后中间就开了路。当然在这个路加福音呢，是说从当中裂为2半。那看起来好像中间这样横的那断掉，不是，它应该是还是跟马太、马可一样，中间就有一条，中间就裂开了。这个幔子呢，是一个非常厚，而且是个不透光，是一个要遮盖这个约柜。那是这个在这个列王记历代志的时候，这个约柜早就已经不见了。但是呢，这个至圣所呢，这个幔子呢，还是主要是这个让圣所和至圣所中间这个隔开的这个帘子呢，居然也是从上到下，而不是从下到上。下到上的话呢，那就是人为的；上到下呢，就是上帝的手所做的。那十架七言的这个第7句在路加福音是第3句，但是在十架七言的安排当中是最后一句耶稣大喊：父亲啊，我把自己的灵魂交在你手里。说了这话，耶稣就断气了。那耶稣他
从我们路加福音看了很长好，那耶稣从他还没有出生以前，就从施洗约翰的出生的故事到耶稣的诞生，然后看到耶稣的族谱，然后看到耶稣在旷野受试探，到他开始在北方加利利海的这些传道、医病赶鬼。好，那他所做的工，一切呢都是还有他12岁在圣殿里面，好，到这个时候呢，耶稣他把他自己的灵魂交在上帝的手中，说了这话他就断气了。好，那约翰福音有是写成了，成了。那不管如何呢，这2句都是耶稣在断气前那马太福音说耶稣大喊一声就断气，但没有说他说了什么话。那所以十架七言当中，耶稣把他的灵魂交在主的手中。那这句话其实也是在诗篇的31篇的第5节诗篇的31篇的第5节也是这样子的记载那我来念一下，就是这是大卫的诗第4节，求你救我脱离人为我暗设的网罗，因为你是我的保障。第5节，我将我的灵交在你手里，耶和华信实的神你救赎了我。所以这个在这个十架七言当中是耶稣在他断气的时候所引用大卫的诗，那也成为他的这个跟神的祷告。而当这些本地人这些信上帝的人都还在洋洋得意，终于除掉眼中钉的时候呢，却是有一个外国人，这个军官就是百夫长，百夫长就是罗马军官就是非犹太人，是外国人，他却看见这事的经过，因为这事情从头到尾，他真的是在那个短短的几小时当中，他感受到耶稣是一个义人，所以他就归荣耀与神，就颂赞神说这个人真的是义人 righteousness， 真的是一个正直，或是说他真的是一个与上帝有这么好的关系的人，到他的死的一刻他都没有犯罪，到他断气的一刻他都没有带着怨恨，没有带着愤恨，甚至说他没有带着恐惧或是绝望或是惧怕。那所以他看见耶稣怎么死的，让这个罗马的百夫长呢真的受到感动。那另外呢，开始众人的反应就不一样，围观这景象的民众看见了这一切。那这一切什么呢？就是耶稣整个受死的过程。那他不是他们过去所看到的，可能他们过去也同样的去弄过别人，或是看过别人被钉十字架，或是他们可能看过怎么样的强盗啦、杀人犯这些的坏蛋死的情形，却没有看到一个人的死是像耶稣一样这么样子的光荣，能够荣耀神好像百夫长所说的真的是归荣耀给神。所以呢，他们听了又听了这个百夫长所说的话呢，顿时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呢，见了所发生的事情，就都悲伤地捶着胸膛所以前面我们昨天也有提到这一句话就是有一些跟随耶稣的妇女为他嚎啕痛哭，那嚎啕痛哭也是指捶胸哀悼的意思昨天的28节。那现在反而看这些看戏的群众当中呢，那他们呢也变成了一时觉得失落或是懊悔或是这个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但是呢，太阳要下山了。那这是礼拜5的太阳要下山，就是礼拜6的安息日要来到，所以他们安息日必须要严守律法，在太阳下山前必须要回到家之后，不能在外面一直到礼拜6这个太阳下山的时候那再来是第3种人，所有跟耶稣熟悉的人，还有从加利利跟他来的妇女，都在哪里看这些事呢？站在远处所以他们并没有在这个十字架的下面而是远远的看那远有多远呢？那可能不管是在山脚下或是在旁边，但是没有人能够真的来到耶稣的十字架前呢那49节这是49节。好，我们继续来看50节到最后。有一个人叫做约瑟，伊是议员，是一个善良正义的人。伊无赞成其他议员的计谋甲行动，
伊是犹太人的城阿里马太的人，一直在期待上帝国的来临。这个人去见彼拉多，请求耶稣的遗体，遗体互伊，伊将遗体收落来，用幼麻布包，然后甲伊安装伫拍好伫石壁的墓内面。这个墓拢也毋捌有人用。迄日是避万日，安息日得要开始。对加利利甲耶稣做伙来遐的妇人人，对约瑟去，因斟酌看迄个梦，看耶稣的遗体安怎下，就转去准备香料甲香油。安息日，遐个妇人人照律法的规定休困。还有一个17这17节是昨天的经文。好，那耶稣已经确定断气。好，那在马太当中，那有特别记载这些兵丁怎么样子的用枪矛来刺耶稣的这个肋旁，来确定有这个水和血分离本来要用这个打断耶稣的这个骨头但是呢，因为耶稣已经断了气，那所以也预言了这个圣经的预言，他的骨头一根都不会折断了。好，那甚至呢在马太福音还有提到这些在耶稣的十字架旁的这些妇女有谁呢？抹大拉的玛利亚，还有雅各约瑟的母亲玛利亚，还有西比泰2个儿子的母亲就是萨罗米那耶稣的安葬也是抹大拉的玛利亚。好，然后还有雅各约瑟的母亲玛利亚，一起来安葬。但是在路加福音，倒是用一个加利利跟来的妇人来讲代表。但是在马太当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些人的名单。那这个有一个犹太地区来亚利马太这亚利马太其实离耶路撒冷也没有很远那他是约瑟，他是一个善良正直的人，而且他是一个议员。议员不是这个罗马政府，而是犹太人当中公会。公会是由70个人组成的公会，他是70人当中的一个代表。那对这个人呢，在这个时候呢反而出现。那公会要怎么样？可见这公会在审问耶稣的时候也不见得是70个人全部都召集。那这个人良善正直，一直盼望上帝国的实现。那他虽然是议会的议员，却没有附和别人计谋和行为。可见这70个人当中，还是有一些人没有赞成，但是他们可能还是这些暗暗的这个当道者，掌权者、弄权者、操弄者，他们就是硬要把耶稣给他弄死。那这个议员马太呢，这个约瑟呢，他来跟比拉多要求耶稣的身体那这些没有讲到比拉多那比拉多应该是没有反对，所以他才能够顺利取得因为他还是要经过罗马士兵的请求所以他是用罗马公会议员的身份去请求耶稣的身体然后把他取下，用麻纱包好，放在一个岩石凿成的墓穴。这墓穴还没有葬过人但我们从马太福音里面看到说这个墓穴呢，就是这个约瑟这个议员马太他约瑟议员约瑟他自己的坟墓，就是一个新的坟墓所以可见他也是一个有权有势的的这个议员。那甚至呢在约翰福音那也提到了说，来到这个墓穴来为耶稣提供香料的不仅是55节讲到这些妇女还有就是尼哥德慕约翰福音第3章这个尼哥德慕那一天是预备日，预备日就是预备进入安息日的时候，就是礼拜5的白天的时候。安息日就要到，因为犹太人是从太阳下山一天的开始所以可能在1小时或是在几分钟很短的时间耶稣是在下午3点的断气到他这个死了或是被取下来其实到6点大概真的3个小时，要怎么样把耶稣的身体取下来，然后再放到这个约瑟议员自己的墓里面去。
然后怎么样能够帮他安葬，用香料、用细麻布包好，好，因为他们都不能够违反安息日啊，安息日太阳下山就不能在外面这个游走或是行动，所以这是跟时间在赛跑。好，那但是这里讲到就是说，耶稣被埋葬。这是有很多的见证人，好，这些名单我们在马太福音就可以看到他们的名字，而耶稣被埋葬的见证人也见证耶稣确实的受死，也确实的埋葬，甚至礼拜六那一天呢，因为是安息日，所以也不能够有人在外面到墓穴。好，那这个在马太、马可有提到那个墓穴的门口一个大石头，那个大石头呢，大约就是要20个人才能够移动得了的大石头。所以这个这个约瑟议员呢，他的墓穴呢，这个也是一个需要很多人出来处理啊。这光靠这些妇女是不可能去移动的，那也是需要一个工程呢。好，但是呢，因为礼拜六安息日的缘故，所以只能够等到礼拜天7日的第1日才能够再去到那个墓穴的门口。好，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当中来过了他们的安息日。好，今天是礼拜六，明天是礼拜天，好，是我们每一年一次的复活节。好，但是我们在复活节的前夕，在受难日的隔天，我们来看耶稣的死，耶稣的埋葬，好，是一个安葬，好，也让我们能够思想，好，我们有一天也要跟耶稣一样葬在墓穴当中。但是当我们葬在墓穴当中的时候，我们是如何的能够得到安息？我们如何是能够在享受那个在主里面永生的应许？而我们在这个耶稣曾经对他的门徒说：“让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好，你只管跟从我。”好，那耶稣他即便这样子，好像是为神牺牲，但是他也得到了一个葬礼。即便这个葬礼呢，他的12个门徒学生可能都没有人来参加，他这是告别式，就是但是有尼哥德慕来了，有这些摩大拉的玛利亚来了，有这些紧紧跟随耶稣的妇人来了，还有一个这个盼望神国来到的这个公会的议员约瑟来了，等等。我相信这些并不是最重要的，那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来迎接神给我们复活的生命。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看到耶稣如何的死，以及他将要如何的生，让耶稣的死也照样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好叫耶稣的生也能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显出。主啊，让我们知道我们不需要害怕死亡，也知道我们必须要为永生来做准备。也求你让我们能够在思想耶稣为世人为我们受难受刑罚的时刻，也让我们借着圣灵的帮助，能够得到那永生的应许，也能够胜过阴间黑暗的权势。我们也恳求你，让我们在做这样的服事当中，能够有机会，如同这些的妇女们来为耶稣的安葬做预备。也为自己的安葬来做预备，来迎接的更重要的是迎接我们在那复活之后那永远的盼望，永远的应许。愿上帝的话语的灵时时刻刻与我们众人同在。我们如此祷告恳求，奉靠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谢谢大家，大家平安。